评弹艺术的窗口，评弹知音的朋友，我是黄磊，欢迎走进苏州电书场。观众朋友，大家好。大约在5、6年前，我们栏目曾经集中录制了一批《红楼梦》的系列开篇。那次录制汇集了几十位演员和多种流派，演唱《红楼梦》中的众多人物，可谓演员阵容豪华，演出形式多样。像莺莺操琴、宝玉夜探等经典开篇，就出现了用多种流派来共同演绎的情况，非常精彩。节目一经播出，受到书迷朋友的热烈追捧。经大家的强烈要求，我们将从今天开始分4期重播《红楼梦》系列开篇的部分节目，欢迎大家收看。今天先请欣赏第1部分。宝的爱情是红楼中的一条主线，围绕这条主线的手笔很多。宝玉夜探是评弹艺术宝库中的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描写贾宝玉夜探潇湘馆中的恋人林妹妹。评弹界中有许多名艺人争相弹唱过，如这个蒋月泉与杨振言、徐丽仙与尤慧秋等等。就在我们电书场的节目库当中也有秦建国和沈世华的，席嫣之与陆建华的，姜文兰和孙福树的，还有陈锡安和范凌媛的等等，不下20多首，可以说是流派纷呈，百花争艳，欣赏者往往会爱不释手。今天呢，我们选择的是秦建国和沈世华分别运用蒋余调对唱的《宝玉夜探》。隆冬寒露结成冰，乌洞洞的大观园里冷清清。演唱者深情地唱出了当时的意境，把我们一起带到了红楼中的潇湘馆中，唱出了寒冷的夜景和火红的爱情。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他俩的真情演唱。隆冬寒露结成冰，月色迷蒙，月头一人人说风吹日快，哦咚咚的大鼓里冷清家八月一楼花街步，脚步轻易烟他一在等月勾神还烟囱葱跟日门勾带带昨日大西下过去看那林妹妹的病体，她口疾亲人
那铜管叮当响，谁来问人来？一到这病他有，只见他气色也不作声，一个儿家林妹妹，一个儿把边胸称，他是因一飞开耍泪淋。妹妹啊，你们一生随时都烦恼，你何必呀自己摊开情人？想你有什么心事尽管说，我与你两人各一心人。我劝你们13餐都应食，我劝你们3年天要绿，
神。我劝你养生下心，你何苦自己把烦恼人？我劝你姊妹的言语不能听，因为他们自家与是真。我劝你们早早安歇莫一生，可晓得你病终身。再不你谋啊婚人，我劝你把一切心事都对确，更不要想起养子这决定门。失去了香炉，今此生离别太漂亮。在封建社会中，宝黛是难以冲破封建枷锁的，只能做了绝望的牺牲品。宝玉哭灵这场戏是越剧中一场重头戏，其尹桂芳、徐玉兰都留下了保留节目。然而在弹词开篇中，同样也有《问紫娟》和《宝玉哭灵》等名篇。由吴迪军作词、孙福树弹唱的《问紫娟》，也是一首耐人寻味、令书迷朋友十分欣赏的一首红楼开篇。开篇一开头，灵前两字，演唱者就唱出了那种哀伤、悲痛、凄凉的场面，把人带到了青黑黄白四色灵堂之前。演唱者运用了他擅长小阳调和齐调交织对唱，表演出宝玉和紫娟两个人物的怨言、伤痛、懊悔的心情，唱得荡气回肠，曲曲声声，真情无限，是一首十分成功的悲剧之作。下面一起来欣赏。
君，妹妹呀，君君啊红在情意都须的本自君。刚才大家收看了《问紫娟》，是一首充满情感性、戏剧性的弹词开篇；《宝玉哭灵》则是一首叙述性弹词开篇。叙述性开篇对演员来说难度较高，因为其中感情表达成分少了些。同样是《宝玉哭灵》的内容，而《宝玉哭灵》这首开篇怎么唱也能引起欣赏者的喜欢。不妨下面我们来欣赏一首由陆建华用讲调弹唱的《宝玉哭灵》。都应确是终其心恩，薄命红衣是狗冤。太太妻女离温厚，想想到此不生嗔恩。一红公子心内心恩，可爹灵儿里表称恩心恩。白子去茶木店里
在千两莫应神神。因啊无不知心日no 世容杂花生我记司马都佛一能不相生。妹妹呀，口里你是下都谋着，口里你报恩风雨名，口里你谁是三用话一云空虑一佛密心神。妹妹啊，想当初是青梅竹马东岳西，大金吒耳鬓厮谋再不能。想当初文化上月里诗句，大金吒关公作佛再不能。想当初你也平安，一下不遗憾。大金吒若见你英勇，再不能。如今灵里并没收，你在家就口几分白凄凄，来分分须做事情，有的问。我想富贵荣华，谁成梦？生啊生，谁和等去？缘。
高不树，天吃饭那地诵经，格斗着不了，行走够下呀，谁为神？坛词开篇，宝玉哭灵，当然跟宝玉夜探相比，没有那么多的演员演唱。其实也有许多名演员弹唱，如杨振言运用严派风格的讲调唱过此篇。再如我们店书场库还有一首由优秀青年演员蒲建东用小洋调弹唱此篇。小洋调由弹词前辈杨仁麟所创，其特征是爽利清脆、婉转悦耳、柔中有刚，演唱起来真假嗓并用。当然，这就要求小嗓条件要好一点。蒲建东的音面嗓音是有口皆碑的。下面由于时间关系，请大家来欣赏由蒲建东弹唱的《宝玉哭灵》的一部分，相信您同样会喜欢。斗金也都伤心不口怨。但见那参谋调令身的紧，凄凉啊，怒目是阴神神。妹妹呀，心绪翻涌，君一面。好，一起来欣赏红楼系列开篇的第二部分。
宝的爱情是红楼的主线。说到贾宝玉，必然会联系到林黛玉。那林黛玉是金陵12钗中最富有个性，也是最主要的人物之一。弹词界当中，男演员弹唱红楼中的女性人物也是很多的。当年弹词大师刘天韵就唱过此篇，著名演员曹孝军先生也唱过，而且呢，他的演唱呢极富个性，张调中又含有讲调的韵味儿，流畅委婉，十分的耐听。下面我们来欣赏他的学生江苏省曲艺团的王培军弹唱的红楼开篇《林黛玉》。家人生在谁家居，他是不爱妇女，这爱须家之后不临之产，是心未来下凡情啊心两意对，统领如排万军手。下河急一笔泪，走出那举止大翻身急迫，一女疼啊头心温谁？为什么这有守在那双离水，因啊身的水出龙却还是为什么能相相比风铃啊，因啊身的呀白领家人把铺在
运动都披着婴儿身的以某根为是里手追下婴儿下就梅花落呀龙落得那心把的风儿对四狗的一面不如狗边境，这后跟面中狗风呀对我为你为侣，我为你比日牵挂几十岁，只望终身永恒聚。心儿与那是相归，姊妹里人醉，哪怕黑单春，赢得烛花去，真记我心中的福气。一个儿是菜地，被走成后那一个儿是相风雨逐水把那心事去破都分去都送水花明波泪与儿生梦魂心红绿。好，刚才我们欣赏了男演员弹唱的林黛玉这首开篇。那我想，如果女演员来弹唱这个作品的话，似乎更会合适一点。那林黛玉呢，是具有一种病态的女性美，她性情孤僻又寡言，多疑多猜，是一位不太合情的千金小姐。红楼中老祖宗的掌上明珠，著名弹词艺术家邢燕之，他所运用的唱腔，较好地把握了林黛玉独特的个性，唱出了林黛玉心中难以倾诉的内心情感。
下面我们来欣赏邢燕之弹唱的《林黛玉》。
为君拿得多高兴。
林黛玉又称为潇湘妃子。弹词开篇中就有一首《明天潇湘夜雨》，前辈艺人杨仁麟、徐英志都唱过此篇。下面我们来欣赏范林远运用徐调弹唱的这首开篇。愿意一愿龙里翻，月蒙蒙蒙月失魂，阴迷迷一人想想过。几时必上船？好想想，牵过来的走，擦青青。手指水黑淡，并以一位都是两个相眉相，只见他不想想，想不露水波。万岁岁岁万花容满，一送送送一随体为美错错。出眉横枪，心恰恰，心头在想起他。我看在相拥，双一里的，一在在泪中，冷冰冰，不被只有他，只见他气楚楚。心啊荡荡，水深深，泪汪汪，雪白白。
人千里隔，白妈妈难不得聚家，想着听得风瑟瑟，是风风啊凄凄，雨霏霏，霏雨漫，漫得凛凛冬哦，吕布行，大天马相拼，大刀隆隆，风劲里鼓动，淅沥沥雨滴，大海传叮当当，钟声敲碎响，咕咚咚，小驴打杆。非知是冷水水，冷风劲爆起，一幕一日水头上，从此是平安，并无十个弯。红楼中的史湘云是金陵十二钗中结局最好的一位女性，她的性格和林黛玉是决然不同，可以说是相反。游调创始人曾用游调唱过此篇，下面呢，我们就请尤慧秋携手袁小良来弹唱此篇，来听一听。走在金陵，大家枪法之中，射死你伶仃，沟口雨水引得那浪
归期，本须海上挂旗，来到这大户有礼佛啊举手，众姊妹相亲相看上月中秋人不久，海棠节日说诗篇，离居中来不让心，在楼西亭中杀入铺所有修吧，带罪迷的心，花落梦啊七夕日诚心家的神龙水毛双心不转，离设指望是找我们小窗边一年是的花心心细细密密的具体上不曾一幅唱不对，都忘你。随了向那陪来，也比中来起，云飞大荡，缥缈几岁月镜花，花为好，我们一起来欣赏《红楼》系列开篇的第3部分。今天呢，我们集中欣赏有关林黛玉的开篇，其中呢，重点赏析《黛玉焚稿》这首开篇。这是一支弹词佳作。开篇的开头2句“风雨连宵铁马喧，好花知冷，知冷落大观园”，
开篇一开始就把大观园那种凄凉孤独的意境唱了出来，让人身临其境。弱不禁风的林妹妹孤单单地望着昔日的诗稿，一种绝望的心情油然而生。一切往往茫茫无望，无声之中又饱含着极度的悲痛。下面呢，我们先请欣赏由孙福树用下调弹唱的《黛玉焚稿》。风雨离乡骑马寻，山林花，冷落大夫寻。下府里风声紧，把病家人他双泪寻，家去山涌下楼北。下瑞翻涌他并非就心切切泪悠悠，声切切一幕幕。手来一副书，相逢彼此心发发啊，为人伤心道之不，彼此不知。他设处，十大8日真相无话说。他们杀父皆都有，得把你想的妃子梦，分一日山一头，一声声伤心，一声声失。非把感的在心上住，脚步踉跄，神恍惚。步入花间，手动满路步，寻得知心的彼此住。相扶东翻相去。举拨心事一句话，回顾文章他闭口收。丁兵难讲，心血是
身体为了薛调较为清丽，能用来演绎感情丰富的内容吗？下面让我们来欣赏弹词老前辈陈锡安先生弹唱的这首开篇。风雨里下骑马树，好花子冷落大步游。屋里风声细，以为大兵的家人耍来哟，郊区上用香炉白。小人翻涌并力酒，心切切，泪悠悠，身微微，意默默，听那歌两儿，楼中一声冷嘘。心放杀，为人伤心打着步，那些彼此无知失身处，使得白日今宵无花烛。杀戮几度有，得把你写相飞出。分一句，伤一度，一人人的伤心，一人人的死，好比飞把钢打在心上。举目两千人欢欢，水如花流，许多门路不隐于虚心彼此。相顾，把那举头心事一句无，使得鬼魂张飞口述。而今并打算情义，素来有人是谁不有？心病后能知法学，凄凄风雨复还，就来了神机。岱艺粉稿通常用立调、薛调演唱的较多，您欣赏过用讲调弹唱的这首开篇吗？
据行家们说，在上个世纪40年代，蒋月泉曾唱过此篇，感染了许多的书迷朋友。今天我们让秦建国来唱这首开篇，感受一下弹词流派的多姿多彩。家人他双楼心切切意有深里一幕幕，听那个儿楼沟夜深。儿女在心房上，为人伤心，到这不拿下弟子否极舍处。大宝儿已今宵无花烛，他们家风杀无街头。在用本一女上有的一人的伤心，一人的事，好比那百把钢打在心上，是不了情啊。
神欢快，薄弱的花园，水动没路子，一语居心的字。红粉香把那去拍心事也去是大会过文章，他的口是心的难讲，心若忘就难了神机，在文艺作品中，描写林黛玉的文笔最浓重的，要算文稿和葬花了，而丽调是最能演绎凄哀悲凉的那种心情。欣赏了以上3位演员弹唱的黛玉焚稿之后呢，再请欣赏由徐丽仙弹唱的黛玉葬花，这也是徐丽仙十分成功的保留之作，一起来欣赏。夜听花风
一梦里。
开篇中带“夜”字的开篇较多，如这个《宝玉夜叹》哈，“夜叹晴雯，潇湘夜雨，紫鹃夜叹，黛玉夜叹怡红园”等等。想来文人和艺人都会在这个“夜”字上做足文章，或许人物更能在这个此时能够抒发情感吧。那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由赵开生弹唱的《黛玉夜叹怡红园》。红绿梦的下的影，伯伯虽为下黑深。林姑娘对月令双手，真是情似水昏昏。几岁们洗得珠花梦听得大儿一辈子在世心，世人莫道得他四肢懂得都不得，只有神力不在身，一句话一动心，某句有后太狠心，为什么要打得他这不严？他们瞒过病，才起身能气象西红有里烟，几把月此时一岁温，在梦中后痛无病能群，他斗此情几次情，经不许伤心两泪淋，只泪之滴滴是一经。白玉的对飞与哭，
若今朝不应遭不辞，后来妹妹已应情，我给亲的恩情，结亲的情，这等同以下两三分。一个是哥哥啊，你们从今往里xử理，还是得怒放过心。他们两人话到金庸去，下压的绝把是风机，领队越分歧难越去，把哥哥气不放眼。这位双翼红中，他身下手艺不忙忙，吃了黑油门，得了花季。可吃身理想，铁马
好，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第4部分。紫鹃是红楼中笔墨较多的底层人物，《紫鹃夜叹》又是众多评弹演员争相弹唱的一首佳作，特别是用薛调、立调还有扬调来弹唱的比较多，都十分成功，反映了流派唱腔的多姿多彩。杨振雄先生当年就曾用扬调弹唱过这首《紫鹃夜叹》，他巧妙地运用长短腔结合的艺术手法，通过紫鹃的回忆对比，唱出了人物内心强烈的血泪控诉，真是以吟托唱，以唱代吟，吟来低回，唱来传神，让人柔肠百转，感人肺腑。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上海评弹团蒲建东学唱的这首扬调开篇《紫鹃夜叹》。月黑生人一梦梦，天马格里，咻，静悄悄。相浮生息，雨夜晚都尽都已彼自就。多肉传的最不美，勾灯挑尽非真。想去了姑娘，林中静一静，铃声儿怎不言？心能诉，一个儿花旦。都热闹，一个儿病他生人非人，
一狗儿踩天白走神就走一狗儿小相风雨却都就一狗儿东望花烛开屏地一狗儿若云相笑一名就一狗儿浮长风随水交切一狗儿何有水泉否居就一狗儿落，一狗儿死，一狗儿背明白，一狗儿喜都有，一狗儿伤心，一狗儿昏。是人么？公子都尽忠，恰女来万日一时家罪就不念举世事破译，这里心魂尽用看他们夫妻乐，儿女婚，相拥啊龙似酒，一不够金花
月冬夜不。姑娘啦，你也生能。就被取经君死在万的心不够，玲珑为这归去闭住了黄头笼中就访问一拍一记就子娟夜探也是薛调的一首代表作。当年薛孝庆先生所唱的对比句“一个儿乐，一个儿酸”起到了强烈的烘托作用。当年邢瑞婷也爱唱这首薛调开篇，还能乱真。下面呢，就让我们来欣赏邢瑞婷先生之子、著名评弹演员邢彦春弹唱的《子娟夜探》。岳神人，一幕幕，风景匹马格里修。心恰恰是相逢生死，一位都灵都义的义子君，看多少传为水不美。天云飞升，想起那狗娘临风心一急，临生儿怎不压心？一狗儿花旦狗肉都是那，一狗儿病他生人为人。
走神就说。一个味儿，谁却还有在居酒？一个味儿，东湾我所开边地。一个味儿。若愿相下一命就一个味儿，风餐风水是家菜，一个味儿，想想风雨吃到。就识人莫宜用公子斗云中，却又来管理是家罪。他不义，就是撕破衣。这里新婚真有。狗娘啊，口抬你一生就被屈人哦，今日里死在挽救心不够，口抬你玲珑为这归要去。万头笼中的美事，就深深思想与有趣，这样那一起的不是我。他们夫妻乐，儿女互相用话弄死就一不够进化，岁月动也心所观音容易死。内大夫人七尺这真是那德化，他眼中好用，他梦醒日。万寿后边居心对着不用夜黑沉沉夜漫漫，风惊铁马隔帘轩。用立调齐口弹唱的这首开篇，一下子就拨动了欣赏者的心弦，似乎把您带进了悲哀自叹的特定环境中。立调弹唱的这类开篇，含蓄深沉，韵味醇厚，让人产生一种悲剧之美。
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由徐立先的学生张碧华弹唱的这首开篇。
林。最后，请欣赏由赵开生弹唱的《紫鹃夜探》，它是自弹自唱，自成一格，韵味独特。一起来欣赏。月和深深一风景铁马格里修心恰恰西厢浮生死，以为都经都喜的彼此就他堕入窗隙虽不美，孤灯贴近飞针。想起了姑娘临终尽一计，令生儿真不呀爱心能诉。一个儿花当个月都是那，一个儿小相风雨却都就一个儿彩皮白走神就说，一个儿凭他声音飞升，一个儿东方化作开平地，一个儿岳云相下一名，就一个儿落，一个儿收，一个儿背明白，一个儿喜都有，一个儿伤心恩，一个儿
世人莫喜用公子斗尽忠，却牛来往事一时家追究。姑娘啊，离身就被取进我。大警察的死在挽救心不够，你的玲珑为这归后去，进作了那王头笼中的美手就深深细想一口气，这一口气都不是我。看他们是夫妻乐，儿女欢，相拥花容似酒，一不够镜花水月共一不，心说欢迎容易事，打对来总难打负心，七尺骨真是豆花，他因今后用哈梦心事一往事，何必是给心对角不用哭。好，观众朋友，红楼系列开篇到今天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收看。妹妹呀，细细翻涌君一面。好，一起来欣赏红楼系列开篇的第二部分。宝黛爱情是红楼的主线。说到贾宝玉，必然会联系到林黛玉。那林黛玉是金陵12钗中最富有个性，也是最主要的人物之一。弹词界当中，男演员弹唱红楼中的女性人物也是很多的。当年弹词大师刘天韵就唱过此篇，著名演员曹孝军先生也唱过，而且呢，他的演唱呢极富个性，张调中又含有讲调的韵味儿，流畅委婉，十分的耐听。下面我们来欣赏他的携手江苏省曲艺团的王培军弹唱的红楼开篇《林黛玉》。妾家人生长谁也去
茶，痴儿心为来下凡。那举止大发生急迫，一女疼啊痛，心问谁？为什么这有呀？守在那双离水，因啊身的水出龙却还是。为什么能相相比风人啊？因啊生的呀，白领家人把铺在。为什么近来运动都疲着，因啊身的一谋更为日里受罪。夏婴儿夏就梅花落呀龙落得那心把地风儿对。自古的一面不如狗边境，这后跟面中狗风呀，对。
几时谁指望终身永恒聚。生儿与那是相归，姊妹离人醉，哪怕黑大城，赢得烛花去，真记我心中的福气。一个儿是才体，被走成后那一个儿是相风雨注水把那心事去破都分去得松水花明波泪雨儿生梦魂心红绿。好，刚才我们欣赏了男演员弹唱的林黛玉这首开篇。那我想，如果女演员来弹唱这个作品的话，似乎更为合适一点。那林黛玉呢，是具有一种病态的女性美，她性情孤僻又寡言，多疑多猜，是一位不太合情的千金小姐。红楼中老祖宗的掌上明珠，著名弹词艺术家邢燕之，他所运用的唱腔，较好地把握了林黛玉独特的个性，唱出了林黛玉心中难以倾诉的内心情感。下面我们来欣赏邢燕之弹唱的《林黛玉》。
呦！林黛玉又称为潇湘妃子，弹此开篇中就有一首名篇《潇湘夜雨》，前辈艺人杨仁麟、徐英志都唱过此篇。下面我们来欣赏范林远运用徐调弹唱的这首开篇。愿意梦月失魂，因妹妹一生相顾，黑漆漆，几时别上窗？好想想，牵过来的走，擦青青手指，水黑淡，并一位都是并枝花。刚才大家收看了《问紫娟》，是一首充满情感性、戏剧性的弹词开篇；《宝玉哭灵》则是一首叙述性弹词开篇。叙述性开篇对演员来说难度较高，因为其中感情表达成分少了些。同样是宝玉哭灵的内容，而宝玉哭灵这首开篇怎么唱也能引起欣赏者的喜欢。
不妨下面我们来欣赏一首由陆建华用讲调弹唱的《宝玉哭灵》。薄命红衣是狗冤，开台妻女李文后，想想到此不生嗔，一红公子心美，心可爹灵儿里别称心带子去茶木店里生谁谁千两莫应神神因啊我不知心日no 世容杂花生我记司马都佛一能不想生妹妹呀，口里你是下都谋着，口里你报恩风雨名，口里你写诗三用话一缘空虑一佛迷心神妹妹呀，想当初是青梅竹马东岳西，大金吒耳鬓厮磨在不能
愁，问花山月里诗句，大金山关公作风再不能，想当初你也平一下无遗憾，大金山若见你英勇，再不能。如今临危病没收，你在家有口几分，白凄凄来纷纷，须最思起月头问，我想富贵荣华，谁成梦？生啊生，谁还等去缘？道不随天吃饭那地诵经格斗着不了行走够下呀谁为神？坛词开篇，宝玉哭灵，当然跟宝玉夜探相比，没有那么多的演员演唱。其实也有许多名演员弹唱，如杨振言运用言派风格的讲调唱过此篇。再如我们店书场库还有一首由优秀青年演员蒲剑东用小洋调弹唱此篇。小洋调由弹词前辈杨仁麟所创，其特征是爽利清脆、婉转悦耳、柔中有刚，演唱起来真假嗓并用。当然，这就要求小嗓条件要好一点。蒲剑东的音面嗓音是有口皆碑的。下面由于时间关系，请大家来欣赏由蒲剑东弹唱的《宝玉哭灵》的一部分，相信您同样会喜欢。都行夜头山
但见那参谋凋零，身的地，凄凉啊！落寞是阴神。评弹艺术的窗口，评弹之音的朋友，我是黄磊，欢迎走进苏州电书场。观众朋友，大家好。大约在5、6年前，我们栏目曾经集中录制了一批《红楼梦》的系列开篇。那次录制汇集了几十位演员和多种流派，演唱《红楼梦》中的众多人物，可谓演员阵容豪华，演出形式多样。像莺莺操琴、宝玉夜探等经典开篇，就出现了用多种流派来共同演绎的情况，非常精彩。节目一经播出，受到书迷朋友的热烈追捧。经大家的强烈要求，我们将从今天开始分4期重播《红楼梦》系列开篇的部分节目，欢迎大家收看。今天先请欣赏第1部分。宝的爱情是红楼中的一条主线，围绕这条主线的手笔很多。宝玉夜探是评弹艺术宝库中的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描写贾宝玉夜探潇湘馆中的恋人林妹妹。评弹界中有许多名艺人争相弹唱过，如这个蒋月泉与杨振言、徐丽仙与尤慧秋等等。就在我们电书场的节目库当中也有秦建国和沈世华的，邢嫣之与陆建华的，姜文兰和孙福树的，还有陈锡安和范林园的等等，不下20多首，可以说是流派纷呈，百花争艳，欣赏者往往会爱不释手。今天呢，我们选择的是秦建国和沈世华分别运用蒋余调对唱的《宝玉夜探》。隆冬寒露结成冰，乌洞洞的大观园里冷清清。演唱者深情地唱出了当时的意境，把我们一起带到了红楼中的潇湘馆中，唱出了寒冷的夜景和火红的爱情。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他俩的真情演唱。隆冬寒露结人
八月，一路花几步，脚步轻而易，人。他又在等一个人，黑烟冲啊冲，跟随门勾带带，我是大西下过去看那林妹妹的病体，她口疾轻恰潼关叮当响，谁来问人来一到这病他有，只见他气息也不作声，一个儿家林妹妹，一个儿把边胸前，他是因一飞开，说泪淋。不该向我此生
生。妹妹啊，你们一生岁日都烦恼，你何必呀自己摊开情人？想你有什么心事尽不是，我与你两人各一心人，我劝你们113菜都应食，我劝你们1、3年天要旅行，我劝你养生下心，你何苦自己把烦恼人？我劝你姊妹的言语不能听，因为他们自家有是真。我劝你们早早安歇我一生，可晓得你病终身，再不你谋啊婚人，我劝你把一切心事都对错，更不要想起养子这决定门。滚滚绿波是是退了香楼真此生黎明太飘零。在封建社会中，宝黛是难以冲破封建枷锁的，只能做了绝望的牺牲品。宝玉哭灵这场戏是越剧中一场重头戏，
其尹桂芳、徐玉兰都留下了保留节目。然而，在弹词开篇中，同样也有《问紫娟》和《宝玉哭灵》等名篇。由吴迪军作词、孙福树弹唱的《问紫娟》，也是一首耐人寻味、令书迷朋友十分欣赏的一首红楼开篇。开篇一开头，灵前两字，演唱者就唱出了那种哀伤、悲痛、凄凉的场面，把人带到了青黑黄白四色灵堂之前。演唱者运用了他擅长小阳调和齐调交织对唱，表演出宝玉和紫娟两个人物的怨言、伤痛、懊悔的心情，唱得荡气回肠，曲曲声声，真情无限，是一首十分成功的悲剧之作。下面一起来欣赏。
为贵，与荣华与你是人。